有人話廣東人淨係識得做生意揾錢同飲飲食食，但係讀書考試就唔多掂。話俾你知，大錯特錯啊！今日我就喺廣州嘅狀元坊同大家講講廣東歷史上9大狀元嘅故事。首先第一位就係狀元坊曾經嘅主人張振川，佢係南宋時期精忠報國嘅忠臣，亦都係南宋時期廣東唯一嘅一個狀元。話說宋朝末年啊，蒙古兵包圍咗廣州城，張振川作為廣州本地嘅地方官帶領全城百姓誓死抵抗。最後蒙古兵越嚟越多啊，喺寡不敵眾之下，為咗保護全城百姓嘅安全，張振川獻出咗自己嘅生命。所以狀元坊呢度就係佢以前嘅屋企嚟噶。中國最後生嘅狀元肇慶封開人莫宣興，17歲就中狀元啦。佢細細個俾爛仔恰佢啊，但係佢好有志向，同韓信一樣忍辱負重。佢就話：我本南山鳳，喜同繁鳥群。佢係嶺南第一位狀元，被譽為嶺南文墨嘅開宗者。簡文匯啊，佛山禪城人，佢係南漢時期嘅狀元。佢同李世民身邊嘅魏徵一樣，最夠膽講嘢噶啦。當時皇帝暴政啊，佢連皇帝都夠膽鬧，最後俾皇帝燉冬菇啦。不過老百姓好愛戴佢啊。倫文敘明朝狀元，佢同簡文匯係同一條村嘅。唐伯虎點秋香裏邊，唐伯虎同對穿腸對嘅對，其實原作係倫文敘寫噶。連而家廣州人食嘅及第粥都係因為倫文敘中咗狀元及第之後，先將豬雜粥改名叫做及第粥啊。潮汕地區出過一位狀元就係林大欽。過年期間你屋企門口貼嘅揮春啊，天增歲月人增壽，春滿乾坤福滿門，就係林大欽寫嘅。王士俊順德人，落花滿天蔽月光，帝女花唱嘅嗰個明朝滅亡嘅時代就係王士俊嘅時代啦。順德清暉園係佢屋企嚟噶。莊有功廣州人，乾隆年間嘅狀元。成日話廣東人以水為財啊，好似錢塘江海堤啦、太湖治水啦，都係佢嘅手筆嚟噶。粵西地區出過一位狀元就係林兆堂吳村人啊，佢係一位清官，支持林則徐禁煙。吳村都有一座狀元坊，就係佢屋企嚟噶啦。廣東歷史上最後一位科舉狀元梁耀書，順德人啊，係一位教育反腐先鋒。佢最憎就係考場作弊啦，畢生都喺度努力將公平公正還俾考生。再問下你係邊度人啊？上面邊一位係你同鄉呢？